Hello，係 Mark Sir。今日我哋講嘅一個新嘅類型嘅短片，就係《葉根經》嘅文法篇嘅第一集。今集所講嘅咧就係最基本嘅英文句子同埋詞類。I think, I am 兩個好短嘅句子，每句都係兩個字。我思，我在。咁內容咧好似好有哲學性咁樣。呢啲咧就只係通過模仿咧係學唔到嘅英文嚟㗎。學英文除咗學好多英文生詞、學拼音同埋模仿一啲良好嘅英文示範之外咧，我哋係必須要學文法嘅，因為要做到一啲有創作性、有思考嘅英文咧，只係單從模仿咧係學唔到嘅。了解文法係創作必經之路。咁學習英文文法第一樣嘢要知嘅嘢咧，就係英文字嘅分類。英文字咧其實分開8大詞類嘅。而其中最重要嘅咧就係名詞、代名詞、動詞。點解佢哋係最重要咧？因為英文嘅句子有兩個最重要嘅元素，就係每一句都有個主角，同埋佢有佢嘅動作。而所有嘅主角咧必須要係名詞或者代名詞，而所有動作咧必須要係動詞嚟表達嘅。動詞同埋名詞其實可以講係英文文法嘅核心之中嘅核心。英文詞其他嗰5大詞類咧，都係用嚟修飾同埋補充動詞名詞嘅變化，尤其是動詞變化多端，所以我哋學英文文法咧，應該從動詞開始。喺呢一系列嘅短片中咧，我哋下集就會開始講下動詞啦。但係我哋未講動詞之前咧，都想先介紹下其餘嗰5類嘅詞類係乜嘢。英文嘅8大詞類，除咗名詞、代名詞、動詞之外咧，仲有形容詞，專係要嚟修飾名詞嘅；副詞，專係要嚟修飾動詞嘅；連接詞係連接兩個説話之間嘅轉折，即係由呢句説話補充啊，定話解釋啊之類咁樣，都係通過連接詞嚟表示嘅。前置詞咧就擺喺名詞之前嘅，顯示呢個名詞與前邊嘅詞嘅關係。感嘆詞咧就只係表達情緒，獨立於句子之外，亦都少用嘅一種詞類嚟嘅。呢5類詞嘅英文咧就包括就係形容詞嘅 adjective， 副詞嘅 adverb， 連接詞嘅 conjunction， 前置詞 preposition， 感嘆詞 interjection。好啦，我哋今集咧介紹咧就到呢度為止。我哋下集咧就會開始介紹動詞嘅不同嘅變化啦。好，我哋呢集咧就喺呢度講，再見先。